深水埗區近幾年一直進行重建同活化項目，我哋一齊估下佢哋嘅前身啦。呢度現時由香港青年旅舍協會負責管理，佢仍然保留住上世紀50至70年代早期公屋嘅面貌，你哋估唔估到呢？饒宗頤文化館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規劃，裡面除咗有文藝瑰寶，仲有國學大師饒宗頤嘅作品，你哋諗唔諗到啊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係由香港浸會大學負責營運，呢度可以俾藝術工作者同團體進行創作，你哋知道答案嗎？呢間藝術設計學院提供唔同類型嘅藝術課程，令呢個莊嚴嘅地方散發出藝術色彩，你哋又諗唔諗到呢？